但是为什么？迄是咱要爱 end result。We may not be at that stage yet。咱是要搁咧筹备哦。我们we are heading for that direction。迄一个台湾政府government敢若像讲当作讲，咱要迄个鸡蛋要甲生出来。吼。咱即摆是敢若是那个婴儿还在成型。而且你胎位要正，你胎位要正，你就必须主要根据美国法律，我拄仔讲过遐个，就是讲，你就是正常个胎儿个胎位啦，若讲头出来，心就出来了，你若迄是咱要生出来迄囡仔，但是我即摆转头看的真侪个现象真侪人咧做即样代志，因即摆就讲我已经平民政府我就是某位人就是。OK， 主席是安怎我是我毋敢正式甲讲，我讲因这共款要生迄个囡仔，伊是倒达联会啦。倒达联会你知影意思无？有人毋知影意思无？你囡仔要生出来，大部分是头壳先落来嘛，倒达联会意思就是囡仔就是即个地位嘛。你骹要先撞出来啦，人无遐简单生出来嘛，但是平民政府就是咱要生出来。所以毋通讲以前是平民政府，因就是台湾civil government。That's end result we want。OK， 你若入去台湾civil government.nin.com， 内底你会当去 search， 你会当 search 讲美国迄个有去哪啊？安怎一步一步 end result， 迄个流的 civil government eventually。成立 function 是 end result， 它中间还有很多 step。OK， 即摆是真正无对啦，因为美国甲你采访讲，你本土出世的人我无国籍啊，但是世界人权宣言，每一个人拢应该有国籍。这是安怎做事？是美国的责任。所以即摆伊。歹势啊啦，佫去甲恁要说啥物说，佫去到美国啊，法院讲过啊啦，法院讲这是恁行政部门的，因为 political 的原因，恁都无明确，顺迄顺迄正常的迄个程序咧做代志嘛，你国民法官条例无照行嘛，所以你法院讲你行政部门，然后清楚。阮法院真正会当讲，台湾本土出世的人，伫美国宪法下，毋是甲咱公民共款享有所有的保护，但是至少有迄个伫人权条款之下，有 travel 的迄个旅行的迄个 ID 甲伊的 freedom 会当受 limitation。有可能无迄个 jury trial， 迄个 legal system。但是有享有 due process，address of grievances，OK， 有迄个人身保护权边迄羁押法，如果是在平民政府之下，无应该会管羁押法，已经有 due process， 当 redress of grievances， 但是 legal system 可能无像美国本土是 jury system，OK， 所以就是讲伊的迄个 Bill of Rights 下面。无几条款，就爱看伊过去处理，像讲 Puerto Rico， 遐Guam 啦，伊安怎处理？因为迄是属于国民的方面，若可比讲 eventually， 你有这 civil government， 以后要行啥物路，嘛着爱一步一步，每一届有新的美国总统，你台湾人民会当要求这总统，互你做 referendum， 若是伫美国军事占领下有3 option。就是讲，你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伊美国袂讲放，即马就互你 referendum， 互你投票，你若来投讲，我着要来合中国法，会同意，伊绝对无会同意，一定按照伊美国的利益义务。无即种情形下，伊要互 referendum， 但是 eventually end result 3 option， 一个成为伊一州，一个项伊 lose Commonwealth， 第三个独立，但是独立是相对原因啦，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我不敢去谈它了。建国，我靠，我有信心。
因为经过这4部 government 经过一段 interim period， 你会当要求美国总统来做 referendum， 吼、啊，你会使讲我们建国，啊建国嘛吼，那是含美国做 Commonwealth， 有可能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讲你可能是属于 associate member at UN、WHO。所以你拢会当公公正正去 WHO、去 UN 去参加伊个会议，啊，你是会当举你台湾的旗 ，OK， 但是你是 associate member， 是不是？迄 voting rights 没有，我家己几年还未真清楚，但是你若讲台湾4个 government 起来，吼，你比如讲我是第一任嘛，吼，我这是一慢慢开始会做的一个雏形，但是比如讲。Maybe 15 years from now, 50 years from now， 你台湾是要 government 一个 full function， 美国该 recognize， 但是还毋是一个国家。啊，迄个时阵你可能你会当讲叫你这些代表甲美国政府要求你 referendum 公投，吼、啊公投的是你会甲要求美国讲要做一个国家，啊，我要甲你 use association， 吼、啊，就要看公投会过未，公投过无。啊！你若要求做美国的一州，在我所在就变成讲你若要求做美国第51州啦。哦，你公投通过的话，你台湾若公投通过，你就爱美国其他50几位州长100% 拢同意 yes， 你当做51州。但是这中间佫卡一个问题，伊这个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照目前林志升的论述是，抑佫日本抑佫有 residual sovereignty rights obligation。啊，这个是不是美国愿意甲咱帮忙这个问题，会当解决这个土地收问题问题？吼、但是目前咱会当 achieve 的一个目标，就是台湾4个 government， 吼、就是讲台湾人家己组织家己的政府，啊，会当根据美国宪法受美国宪法下面的保护，咱会当做这个政府，吼、啊，这个政府当然就是就我讲，就是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啊，用美国的宪法甲伊州宪法对做，完全拢美国 system， 吼、咱无必要去接受流氓政府的迄个立法院啦、司法院啦，咱会当 modify， 咱会当用美国的任何一州拢好摕啊，以美国宪法，只要你无去抵触美国的 constitution， 吼、安尼成立这个 system 来做，啊，这是台湾边的政府，啊，台湾边的政府。原在是 USMG 保护下，所以你老实讲，你无外交的政策，啊，你国防我拄有讨论过，国防爱和美国 Defense Department 联系，到底咱是 under what protection under the USMG， 吼、啊，这就是讲，你若要求独立，你每4当一个总统，你会当要求即个 referendum。啊，卡伫遐是迄个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啊，这爱佫继续研究，是毋是有法度摕到迄个完全日本的那个residual sovereignty obligation， 会当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即嘛毋敢甲来讨论，所以我毋敢讲迄个独立的问题，但是建国，迄个是一个真可能的一个方法。西政府是不是会当报个吼？迄Commonwealth people。即我可能需要补充就是讲，对战争结束，吼，啊要进入去到一个正常的政府，这个过程就是平民政府的存在。平民政府并不是讲真正是讲一个独立的一个讲主权的政府。这个爱真清楚，就是讲伫美国的